今天我们来学几个单词。现在我站的这个地方是一座桥，一座小桥。那藏语桥怎么说？桑巴，桑巴，桑巴。那这个桥是用什么做的？石头，对吧？那石头怎么说？多，多，多。好，这两个单词记住了没有？同学们好，我是多吉老师。今天是世界书法日，你们知道藏语书法怎么说？语速，语速。好，同学们看我这身后是一个什么门？那门用藏语怎么说？国，国。好，这两个单词你记住了没有？同学们好，我是多吉老师。同学们看到这里有很漂亮的花，那你们知道花用藏语怎么说吗？美豆，美豆。那看这里的叶子，叶子用藏语怎么说？罗曼，罗曼。这两个单词记住了没有？同学们好，我是多吉老师。同学们看这里，这个像什么？一眼就能看得出来，狮子。那你们知道狮子用藏语怎么说吗？Singe， Singe。再看这个门是用什么做的？木头。那木头怎么说？信，信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两个单词你记住了没有？同学们好，我是多吉老师。今天成都的天气特别好，那你们知道今天的天气特别好用藏语怎么说吗？Deren namsi ya不懂 ，Deren namsi ya不懂 ，Deren 是今天的意思 ，namsi 天气，ya不懂好，所以说今天天气特别好用藏语说 Deren namsi ya不懂。好，这句话你学会了吗？